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八卦台。喺香港娛樂圈有一班人，你一見到佢哋個面就覺得面熟，但係叫唔出名㗎。佢哋拍咗幾十年戲啦，出現喺你最熟悉嘅 TVB 劇集入邊係壞人就壞得入骨，係鄰居就親切到好似真，係小人物就真實到令你信。每逢 TVB 黃金時段係佢哋撐起咗整條故事線，但係鏡頭背後佢哋嘅生活係點樣？呢篇文章唔係要講靚靚仔仔嘅明星發達史，而係要講嗰批拍咗一世戲，仍然租樓住無力置業，最後病到要靠大眾眾籌治病嘅綠葉演員。佢哋唔係唔努力，唔係唔認真，係一個殘酷嘅行業結構，係一個唔公平嘅分配制度，慢慢將佢哋推到咁嘅境地。今日我哋就一齊記住佢哋。第一位，廖啟智。2021年3月29日，香港天文台報告當日天晴，氣溫攝氏22度，係個普通嘅春日。但係喺娛樂圈入邊咧，有樣嘢係永遠都唔普通嘅，廖啟智離世嘅消息。咁靜靜雞傳出嚟啦，冇預警，冇轟動啦。但係好多人睇到消息嗰陣啦，停低咗好耐。享年65歲。胃癌，廖啟智，你可能要諗一諗先記得呢個名，但係只要俾你睇翻佢拍過嘅戲，你一定會恍然大悟。係啊，係佢嗰個演技超正嘅呢種感覺，係香港綠葉演員嘅標誌，人人都見過，人人都記得個面，但係個名字就係淡。佢哋喺光影世界入邊無處不在，但喺現實世界入邊幾乎係隱形，由草根到戲骨。靠演技食飯。廖啟智1955年出世，家境普通，細個冇乜資源，冇人脈，冇背景。後來考入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，先正式踏上演員之路。訓練班出身啦，係香港娛樂圈嘅出身證明，證明你係靠自己爬上嚟。佢入行之初做嘅係各類型跑龍套角色，今日係路人甲，聽日係街坊魚。後日係歹徒丙。無線一集劇嘅拍攝往往需要幾十個演員，廖啟智就係淡由劇集穿梭到劇集，悄悄地累積經驗。唔知過咗幾多年，佢開始有名有姓，但係依然係配角，係配角。但係咩配角？係個劇冇佢唔得，有佢先好睇嘅配角。喺無間道入邊，係 PTU 入邊，係無數 TVB 黃金劇集入邊，廖啟智每一次出場都係驚喜。正派可以演到令人心疼，反派可以演到令人咬牙切齒，小人物可以演到令人落淚。業界私下係淡讚佢呢條友係戲骨，但係戲骨兩個字係讚美，唔係糧單。拍咗幾十年戲，從未擁有一個家。廖啟智同太太柏安妮係恩愛夫妻，兩個人攜手行過香港娛樂圈幾十年嘅起起伏伏。柏安妮咧係特殊教育工作者，兩個人一個拍戲，一個教書，平淡過日，育有一子，生活唔算富裕，但係溫馨。問題係溫馨喺香港呢個地方係需要一個家先完整。據業界人士透露，廖啟智多年嚟一直係租樓住，佢冇能力咧喺香港置業呢個寸金尺土嘅城市，一個普通3房單位隨時過千萬，一個演咗幾十年戲嘅配角演員咧，片酬攤分落去咧係唔夠嘅。曾經有記者問佢有冇想過買樓，廖啟智笑住答：做演員咧行，唔係每個人都可以做大明星。買樓想住啦，係笑容係真啊，咁但係背後係一個行業令人唏噓嘅現實，再好嘅演技唔等於有錢置業。香港樓市係一個夢啦，連演技派都追唔上啊。2020年，廖啟智確診胃癌，消息傳出係業界打咗一個響雷。大家都知佢係點嘅人，平時唔聲唔聲，認真做嘢，從不抱怨，係行業入邊公認嘅好人好戲。但係呢個結果係淡冷不防嚟，治療胃癌嘅費用係非常龐大手術啦、化療啊、電療啊、藥物啦，每一項都係一個天文數字嘅。
咁廖啟智咧多年積蓄有限啦，太太嘅薪酬咧就唔足以應付。消息透過業界傳開之後，有舊同事、舊朋友企出嚟幫手，一場低調嘅眾籌悄悄進行。一個演咗幾十年，攞過電影獎項提名，被業界尊為戲骨嘅演員，到最後連治病嘅錢都要靠公眾幫忙。呢一幕唔知係應該感謝香港人嘅溫情，定係應該質問個行業嘅冷漠。喺2021年3月29號，廖啟智喺養和醫院離世，太太柏安妮喺殯儀館外紅住眼，向前嚟悼念嘅傳媒同公眾致謝。佢哋係上天配對嘅一對。廖啟智走之前有佢陪住，但係呢個行業對佢嘅虧欠係任何人都補唔返。廖啟智呢一生證明咗一件殘酷嘅事：演技可以偉大，但係香港嘅現實係無情。再好嘅演員喺呢個城市入邊，都係一個普通人，要面對柴米油鹽同埋病痛。但係佢留低嘅每一個角色係比任何一間樓都值錢嘅遺產，係冇人可以奪去嘅財富。廖啟智走咗，留返個行業繼續運轉。但係講開綠葉演員嘅心酸，下一位嘅故事係更加令人鼻酸，因為佢撐起咗香港恐怖片半片天，但係佢自己嘅人生係最驚嘅故事。第二位，羅蘭，你試過細個睇緊 TVB 靈異節目或者本港恐怖片，然後嗰個女人一出現你就嚇到全身汗，係羅蘭。羅蘭呢個名喺香港娛樂圈有獨一無二嘅地位，唔係因為佢係一線花旦，唔係因為佢係咩唱歌天后，亦唔係因為佢係豪門名媛，係因為幾十年嚟佢係香港觀眾最怕但係又最離唔開嘅演員。見到佢出場，你知道有鬼嚟㗎啦。羅蘭1927年生於廣州，係一個年代更悠遠嘅時代嘅產物。佢入行之路由粵劇開始，早年喺舞台上面唱戲，後來隨香港電影工業發展，轉攻大銀幕，慢慢成為香港影壇一個無可取代嘅特殊存在。佢演鬼、演妖、演邪，演到入骨三分，演到觀眾見到佢嘅樣都本能反應驚一驚。猛鬼差館、猛鬼學堂係香港恐怖片嘅黃金年代。羅蘭係嗰個保證票房入場嘅名，係嗰個令故事有靈魂嘅人。觀眾驚佢，記住佢，但係記住同幫佢食飯係兩回事啦。香港電影全盛期喺80至90年代，嗰個年代恐怖片係一個重要類型，票房有保證，投資者願意投錢，演員有戲拍。羅蘭亦都係淡，但係市場係會變嘅。進入2000年代之後，香港電影工業大幅萎縮，本地製作減少，恐怖片更加係幾乎絕跡。羅蘭接到嘅工作越嚟越少，從密密麻麻嘅拍攝表到偶爾先有一兩個邀請，係一個緩慢但係殘酷嘅衰退。佢年紀大，類型片市場細，佢嘅位置越嚟越窄。8歲老人靠義演為生，孤獨到老。羅蘭做演員幾十年，片酬從來唔係天文數字，佢演嘅係配角，戲份多少決定收入。香港電影全盛期，佢都係嗰種接唔完工作但係存唔到太多錢嘅演員。晚年有傳羅蘭幾乎係靠業界義演前輩互助為生。佢住係舊區舊樓，生活簡單，幾乎係簡樸。有次接受記者訪問，記者問佢驚唔驚老，驚唔驚死？羅蘭笑住回答：驚死都冇用，人人都要死㗎。驚窮仲實際啲，一句話，笑中帶淚。業界有人記得佢啦，偶爾會請佢出席活動啦、訪問啦，幫佢增加啲曝光同埋少少收入。但係佢晚年嘅生活同佢全盛期嘅風光係不可同日而語。一個見證咗香港娛樂圈幾十年起落嘅老演員，係靠舊同事、舊友人擔扶持落去。更令人揪心嘅係，羅蘭一生未婚，冇仔女，晚年係一個人，唔係冇人理，係佢本人係咁嘅人，唔係話要依靠邊個，係淡一個人過落去，不管風風雨雨，不管冷冷清清。但係一個老人夜晚靜落嚟嗰陣係點嘅心情？
呢個係羅蘭冇講過嘅。2022年，羅蘭喺香港辭世，享年94歲。佢活到咁大年紀，本身係一個奇蹟。佢用幾十年去見證香港娛樂圈嘅起起落落，由粵劇到大銀幕，由黑白到彩色，由全盛到衰退。佢離世嗰陣，業界有唔少人出聲悼念，大家係記得佢，係尊重佢。但係有幾多人係佢生前去關心過佢嘅日常？係佢一個人坐喺舊區唐樓入邊嗰陣，有冇人打個電話問聲好？呢個係香港娛樂圈一個殘酷嘅問題，冇人答得出。羅蘭從來冇結婚冇子女，晚年係一個人。佢嘅遺產或者唔係金錢同物業，而係幾十年留落嚟嗰啲令人又驚又佩服嘅角色，係一代香港人共同嘅集體記憶。羅蘭用幾十年嘅努力換到嘅係觀眾嘅記憶，但係記憶換唔到一個安穩嘅晚年，換唔到一個有人陪伴嘅老年。呢個係佢嘅悲哀，都係整個行業嘅悲哀。我哋記得個角色，但係有冇記得角色背後嗰個獨自過活嘅人啦？由廖啟智到羅蘭，我哋見到嘅係兩種唔同嘅人生路，但係殊途同歸，勞碌一世，晚年凄清。繼續睇第三位，係一個你一定見過，但係可能永遠叫唔出名嘅老演員，佢嘅故事係更加令人心酸。第三位，陳鴻烈，你可能要度一度，諗一諗，先記得呢個名，但係只要俾你睇翻佢啲舊照同舊片段，你一定會即刻認出嚟。係佢，我識啊，係嗰個。你一見到出現就知道今集有壞嘢發生嘅演員，係嗰個你唔中意但係唔得唔承認演得好正嘅人物。呢種感覺咧，係香港綠葉演員嘅命運，人人都見過，人人都記得個面，但係個名係大部分人永遠唔識嘅。陳鴻烈1944年出世，入行係60年代。係真真正正嘅香港電影同電視發展全程見證人，由黑白片到彩色電視，由無線開台到香港娛樂圈黃金年代，佢一直喺度。佢喺 TVB 嘅日子拍過無數劇集，演過嘅角色多到數唔完，但係佢最擅長嘅係演反派，個樣有啲嚴峻，有啲咁諗嘢。觀眾一見到佢出場咧，就本能地知道今集有麻煩㗎喇。義海豪情、一號皇庭 TVB 劇集嘅黃金年代，陳鴻烈係嗰個令故事更完整、令主角嘅勝利更有意義嘅存在。冇壞人，主角贏咗係廢嘅。陳鴻烈演嘅壞人令主角贏得有價值，但係呢一種貢獻係唔反映喺片酬入邊嘅。綠葉永遠係配角價，一集幾千蚊到1萬幾千蚊不等。接得多先有得食，接唔到就係冇。唔似正式員工有底薪，唔似主角有保底合約，係做一單得一單，冇單就冇收入。健康轉差，生活落魄，靠綜援度日。隨住年紀漸大咧，陳鴻烈咁樣接到嘅工作咧越嚟越少。香港娛樂圈係一個殘酷嘅地方，唔紅就係唔紅，冇人會因為你做咗幾十年嘢而照顧你。新人不斷湧現，舊面孔嘅位置係越嚟越窄。陳鴻烈嘅嗰種反派臉咧，係需要特定嘅創作環境先有用武之地。但係香港劇集嘅創作喺走下坡，收入少咗，健康又轉差。兩件事加埋係一個惡性循環，冇錢，照顧唔到身體，身體差又接唔到工作，接唔到工作更加冇錢。有傳陳鴻烈晚年係依靠政府嘅綜合社會保障援助，即係俗稱綜援為生。堂一個演咗超過半世紀嘅演員，最後要靠社會保障制度，呢個唔係佢一個人嘅失敗，係整個行業對資深配角嘅態度嘅失敗。有舊同事憶述，陳鴻烈喺健康最差嗰段時間，連出門買餸都係困難。佢住喺舊區，環境簡陋，冇錢租好啲嘅，冇錢搬就係淡繼續住落去。試諗下，一個演咗半個世紀壞人嘅演員，喺熒幕上面風風光光，令人聞風喪膽，但係喺現實生活入邊，係一個連出門買餸都要量力而為嘅老人家。2020年，
陳鴻烈喺香港離世，媒體有報道，業界有人出聲悼念，但係呢啲熱度維持唔耐，新聞週期係淡，娛樂圈係淡。今日記得，聽日又有新事發生，後日就冇人提起。佢留低嘅幾十年戲份係無價，但係佢晚年嘅生活係有價，而個行業根本唔肯出呢個價。陳鴻烈嘅故事提醒我哋一件事。我哋享受緊戲劇入邊嘅精彩，係由咁多個唔紅嘅演員一齊撐起。綠葉唔係裝飾品，係令整個故事成立嘅骨幹。但係個行業對待佢哋嘅方式，係當佢哋係可以隨時換走嘅零件，用完即棄，唔問後果。三個故事，三種遺憾。但係香港娛樂圈嘅資深配角，絕對唔止3個人有呢種遭遇。繼續睇。第4位嘅故事係一個女演員，佢用咗幾十年嘅笑聲陪住我哋，但係笑聲背後係一個令人唔笑得出嘅現實。第4位朱咪咪，如果你係睇住 TVB 大嘅，你一定識呢個名。佢係 TVB 嘅喜劇綠葉標誌人物，個樣圓圓地，笑容可掬，親切自然，出場就令人放鬆，係嗰種見到就開心啲嘅演員。但係佢自己嘅人生係笑唔出嘅。朱咪咪入行係70年代，喺 TVB 工作多年，演遍各類型嘅角色，主婦、街坊、朋友、阿姐，佢演嘅係小人物，係生活入邊咁常見嘅嗰種人，所以觀眾中意佢，覺得咧見到佢咧就似係見到隔離鄰居，呢種親切感係一種天分啊，唔係人人都有。但係親切感係一個演員嘅資產，唔係一張糧單。喜劇配角嘅定位咧，係代表你唔係主角，代表你係烘托人哋，代表你嘅片酬係按配角計，唔係按你帶嚟幾多歡笑計啦。朱咪咪帶嚟嘅歡笑係無價，但係佢收到嘅係一個有價嘅數字，而呢個數字係唔夠嘅。幾十年嘅累積換嚟幾多？香港演員有一個殘酷嘅等級制度，一線收千期，二線收百萬，到配角咧，一年咧落袋係幾十萬都要靠接唔停先得啦。而且大部分係合約制啦，合約期完咗就完，冇花紅，冇長糧，冇退休保障。朱咪咪搞笑搞咗幾十年，但係按呢種制度，佢嘅積蓄係非常有限，租樓係佢嘅現實，置業係佢嘅夢想。但係喺香港呢個地方，呢個夢想一直係夢。年紀大啦，身體冇以前咁靈光，接工作越嚟越困難，健康出現問題，意味住醫療費用係實在嘅開支。但係儲蓄唔多，兩頭夾攻，壓力係實在嘅。有傳佢曾一度生活拮據，需要依靠業界援助渡過難關。香港演藝界有一個機構係專門幫助有需要業界人士嘅，定期為生活困難嘅前輩提供援助。朱咪咪係受惠者之一，呢個係好事，係香港娛樂圈溫情嘅一面，證明大家冇完全忘記舊人。但係同時，呢件事係一個信號，連咁出名、咁受歡迎嘅配角，到老年都需要援助。佢哋喺全盛期嗰陣係攞緊幾多錢？個行業有冇盡到責任？答案係冇。我唔後悔做演員，但係個行業可以做得更好。有次訪問朱咪咪係咁講過，佢話鍾意演戲，覺得每次拍戲都係享受。呢個係真心話。咁但係佢亦都話咧，希望個行業咧可以對老演員好啲，唔係話等人有問題先至伸手幫。呢句説話係佢嘅心聲，亦係幾乎所有香港綠葉演員嘅心聲。而家個行業係淡，等你有問題，等你出事，等你病，等你窮到去唔到，先至眾籌幫你。但係你好好咁工作嗰幾十年，冇人問你夠唔夠食，夠唔夠用。老咗點算？朱咪咪笑住陪咗我哋幾十年啦，我哋係咁笑，係有冇諗過係笑完之後簽糧嗰陣個數字係咪對得住呢種笑聲？朱咪咪笑住走過咗幾十年，但係佢笑容背後係一個唔公平嘅行業現實，觀眾享受緊佢帶嚟嘅歡樂。但係有幾多人諗過喺笑完之後，佢要返到現實入邊繼續面對租金、醫藥費同一個無法置業嘅香港？佢嘅笑聲係真嘅，佢嘅遭遇都係真嘅，而兩件事湊埋一齊係最令人鼻酸嘅組合。4個故事講完，
每一個都係一種唔同嘅遺憾。廖啟智係眾籌致癌，羅蘭係孤獨到老，陳鴻烈係靠綜援，朱迷迷係靠業界援助，最後一位係可能係呢5個人之中命運最捉弄人嘅一個。因為佢唔止演技出眾，更係一個用盡生命去做好每一個角色嘅人。但係個行業俾佢嘅回報係最落空嘅一種。第5位馮淬帆，馮淬帆3個字係業界入邊係有分量嘅。資深演員聽到都要豎起拇指，呢條友係好演員，係正嘅嗰種好，唔係嗰種靠樣靠媒體打出嚟嘅好，係靠演技靠年資打出嚟嘅好。但係好演員呢4個字喺香港娛樂圈入邊係一個讚美，唔係一份保障。馮淬帆入行之路唔算平坦，早年係娛樂圈基層由底做起，試過唔同崗位，試過唔同挫折，後來正式確立演員身份，一步一步建立自己喺業界嘅位置。呢種背景造就咗佢對演戲嘅態度認真投入，從不輕率。佢係 TVB 打滾多年，演過嘅角色多到數唔完，類型橫跨正派、反派、喜劇、悲劇。觀眾見到佢唔一定知道佢叫乜，但係一定知道今集係好睇，因為嗰個即係好演員有出嚟，佢係嗰種唔係主角，但係一集冇佢唔得嘅演員。主角嗰條線係靠佢哋呢班配角撐起嘅，但係撐起別人嘅人自己從來冇人撐，幾十年嘅貢獻換嚟一個點樣嘅未來？問題係呢種投入係換唔到一個安穩老年嘅。馮淬帆一生冇大台帶，冇公司保底，係靠一個一個角色，一份一份合約慢慢累積，收入有，但係唔穩定。年輕時搏到盡，但係身體係有本錢用完嘅。隨住年紀大，身體開始響警報，健康係一個問題，醫療費係一個更大嘅問題。香港私家醫療費用係全球數一數二貴，公立醫院等候時間極長㗎。一個需要即時治療嘅病人，係要喺等同俾錢之間二選一。而如果你積蓄唔夠，呢個選擇係殘酷嘅。有消息話，馮淬帆晚年健康出現嚴重問題。龐大嘅醫療費用令到佢同家人不堪重負，最後需要透過眾籌向公眾尋求幫助。消息喺業界傳開，引起一陣唏噓同反思。唏噓係一個演咗幾十年嘅資深演員到呢個地步係咁發生，反思係個行業有冇問題？如果一個奉獻咗幾十年嘅演員，到最後連治病嘅錢都要靠大眾眾籌，咁呢個行業係咪出咗乜問題？答案係個行業係有問題嘅，但係問題唔係一兩個人嘅決定，係一個系統、一個結構、一個幾十年嚟都係淡嘅生態合約制度，唔保護配角長遠收益，冇行業基金係真正係保障，新人不斷取代舊人。而舊人係點樣度過晚年，係從來唔喺呢個行業嘅考慮範圍之內。好彩啦，香港娛樂圈咧始終有良心噶。馮淬帆有困難嗰陣，有舊同事、舊朋友企出嚟幫手捐款、轉發、義演，大家盡力。呢種溫情係香港人同香港娛樂圈仍然保留住嘅珍貴嘢。但係呢種溫情係被動嘅。係等到有事先出現嘅溫情，係咪要等到有人病危，等到有人眾籌，等到有人上新聞，先至記得要幫手啦？喺個之前啦，個行業咧有冇做過一啲嘢？有冇一個機制係主動、係提前、係平時就保障呢班奉獻咗幾十年嘅人啦？冇呢種機制，或者有啲小規模嘅。但係遠遠唔夠。我冇話要出名，只係想做好每一個角色。認識馮淬帆嘅人都話佢係一個唔太愛出風頭、唔積極搞公關嘅人。佢做嘢認真，但係唔係嗰種會主動去打關係、搏版面嘅類型啦。係一個對演戲有熱誠、對出名冇太大執着嘅演員，或者淨係淡。佢選擇咗留喺綠葉位置，或者係行業選擇咗佢做綠葉，係點？結果都係一樣，幾十年嘅付出換唔到一個有尊嚴嘅晚年。而有尊嚴嘅晚年係咪咁難？係喺香港
係咁難。馮淬帆嘅故事係呢5個人入邊最令我唏噓嘅，唔係因為佢最慘，係因為佢明明係咁努力過、咁認真過，係一個用生命去做好嘢嘅人，但係個行業俾佢嘅回報係咁落空。呢唔係任何個人嘅錯，係一個行業結構嘅失敗，係香港娛樂圈欠咗呢班人嘅一筆賬，永遠還唔清。5個故事，5種遺憾。廖啟智演技精湛，患癌靠眾籌治病，65歲告別。羅蘭撐起香港恐怖片半片天，晚年孤獨靠義演為生。94歲一個人行到最後。陳鴻烈演壞人演咗幾十年，老來靠綜援度日，無聲無息離開。朱咪咪笑住陪伴我哋幾十年，老年生活要靠業界援助。馮淬帆認真做好每一個角色，病痛纏身需要向公眾眾籌求醫。佢哋5個人代表嘅係香港娛樂圈一個龐大嘅沉默嘅群體，嗰班我哋喺劇集入邊見到，但係叫唔出名嘅演員呢，佢哋唔係唔努力，唔係唔認真，唔係唔愛呢個行業，係呢個行業嘅結構，係主角至上嘅利益分配邏輯，係冇退休保障嘅合約制度，係香港高得離譜嘅樓價同醫療費，係一連串嘅現實問題，慢慢緩慢地無聲地把佢哋推到咁嘅境地。我哋作為觀眾，享受緊佢哋幾十年嘅演出。每次喺 TVB 劇集入邊見到個熟面口啦，個腦自動出現，咦，係咪嗰個係佢哋？係廖啟智，係羅蘭，係陳鴻烈，係朱咪咪，係馮淬帆，係幾百幾千個冇名嘅綠葉演員，係佢哋撐起個故事，令你笑，令你喊，令你入迷。係咪睇戲嗰陣笑住，睇完就算？佢哋唔奢求名，唔奢求紅，唔奢求千萬片酬，佢哋只係希望做好演員，有份安穩嘅生計，老咗有個地方住，病咗有錢睇醫生。呢啲係咪太過分呢？唔係，但係喺現實入邊係太遠。呢度多謝你哋用生命去拍咗咁多戲，多謝你哋唔計較咁多，只係認真咁做好每一個角色。你哋係香港娛樂圈嘅根基，喺個行業地基底下嗰層最重要嘅泥土，係冇人睇見，但係缺少咗就成個大廈要冧落嚟嘅嗰種存在。江湖再見，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。如果你有心，不如喺留言區入邊話我知，你最記得嘅綠葉演員係邊位？俾個機會我哋一齊記住佢哋，俾個名配翻個臉孔。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我哋下次見。